好多人窮一世都唔明，點解香港明明成日話經濟低迷、樓市調整、股市無力，但每一次大跌之後都死唔去，仲反上硬淨，甚至大把打工族中產老牌投資人，明明見個市咁 feel， 仲要死揸實黃金、港樓、港幣資產。今日我同你拆穿成個香港金融最隱藏、最多人誤讀，但主宰你所有財富升跌嘅底層真相。成個香港嘅資產價值，從來唔係由樓市、股市、經濟數據話事，而係一條運行40幾年、隨時可以被單方面終止嘅隱藏合約。呢條合約穩，你嘅資產就穩；呢條合約鬆，你喺香港買嘅樓、揸嘅錢、持嘅股票，隨時重新定價。上一天我講香港黃金市場嘅片出咗之後，我睇留言真係當場愣住。好多觀眾同我講，佢哋喺呢行打滾20幾年。日日對住股市、樓市、金市、匯市，自問好識香港市場，但今年鐵底睇唔透。明明美金匯率創過歷史新高，其後都有回落調整，對比1年前個市其實變動極大。但香港各類資產仍然守住極強穩性，成個走勢完全反常，完全脫離常規週期。正常市場邏輯好簡單，升完必跌，爆完必掉，價位推高之後，一定有人獲利離場鎖定現金。呢個係資本市場千古不變嘅鐵律。但今年香港市場完全唔跟套路，我接觸到好多真實成交數據、前線行內回報，發現而家入場掃貨配置資產嘅人，根本唔係大家以為嘅超級富豪大戶資金，反而係一大班30-40歲嘅上班族、專業人士、本地中產。呢班人嘅心態好一致，亦都好值得大家警惕。佢哋唔係炒短線，唔係搏爆升，唔係追熱點。佢哋根本唔理短期會升幾多跌幾多，佢哋唯一目的就係將手上累積咗10幾20年嘅鋼面財富貼底轉做穩陣，可隨時套現、風險最低嘅真實現金流。最反常嘅地方係，以前大家投資一定講得出理由，或者睇好政策，或者睇好經濟復甦，或者跟隨市兼熱度。但而家絕大多數入場嘅人都講唔出具體原因，佢哋只係有一種直覺，個環境變咗，個底層規則變咗。與其坐住浮動資產，不如落袋為安，換取安全。呢種模糊集體避險為先嘅市場心態，先係香港金融市場僅呢幾年最深層、最容易被忽略嘅巨變。而呢個轉變，你隨便行入香港，任何一間銀行、金鋪、金融中心都可以親身感受到。每間門口最當眼嘅位置，一定有塊超大電子屏幕，24小時不斷滾動，金價、匯價、拆息、結算費率。10年前、20年前，圍住塊屏幕睇嘅人，全部係炒家行內人，關心嘅係短線波動，幾多點套利，幾多價位止贏止發。但而家普羅大眾、散戶、中產問嘅問題已經完全唔同。而家最多人問嘅問題係：我而家交換買入交割，最快幾耐可以攞到現金？點樣先可以零延遲套現？點樣可以避開所有隱藏風險、不確定性？淨係呢一個提問方式嘅轉變，已經係超級明顯嘅市場信號。成個市場由從前嘅收益最大化，貼底變成而家嘅風險最小化。以前大家係搏賺更多，而家大家係求唔輸、求穩、求安全、求流動性。無論樓市、匯市、金市、股市，所有資產定價邏輯都因為呢個心態轉變而重新改寫。好多人中意用舊思維、舊週期、舊經驗去睇今日嘅香港，見樓價升就話泡沫，見樓價跌就話崩盤，見匯價波動就話危機。但其實睇錯層次。判斷一個城市嘅資產值唔值錢、穩唔穩陣，從來唔係睇表面價格、成交量、熱度，而係睇個市場嘅地基。地基穩，就算短期風雨飄搖、價格震盪，都唔會出現系統性崩盤。地基鬆，就算短期炒到天價一片繁榮，都只係虛火，隨時一夜歸零。而香港過去40幾年嘅超級金融地基，支撐成個國際金融中心地位，撐起所有樓價、股價、幣值嘅核心支柱，就係好多人日日用，但從來冇真正讀懂嘅聯繫匯率制度。絕大部分香港人日日使港紙，日日消費，日日交租，日日買樓，日日做跨境交易，但9成9嘅人都唔知自己手上每一分港幣、每一個香港物業、每一筆香港金融資產，命運都撳死喺呢一張40幾年嘅長期合約上面。香港嘅貨幣機制係全世界極度罕見、極度特殊嘅設計。一般國家嘅貨幣由中央銀行統一印發、統一管控、自主調節流動性，但香港唔係。回歸前後幾十年，香港流通嘅法定紙幣從來唔係由香港政府直接印，而係由濟豐、渣打、中銀3間發債銀行代理發行。
呢套機制嘅專業名叫做貨幣發行局制度，亦都係聯匯制度嘅真正核心。規則極之嚴格，極之死板。香港完全冇自主印鈔權，冇放水救經濟嘅權力。每印1蚊港紙，必須先繳立足額美金儲備做抵押，先可以換取一張負債證明書，先有資格發行對應面額嘅港幣。換句白話講，你手入面每一張港紙，理論上背後都有一筆對應嘅美金坐底。呢個設計嘅好處極之明顯，鐵底杜絕亂印、盟惡性通盟、貨幣無限萌殖嘅災難，都係因為呢份超穩定嘅幣值信用，先令香港可以成為東西方資金中轉站，成為全球資金避風港，屹立40年不咀。但萬事有代價，呢份穩定係用貨幣自主權換翻嚟嘅。香港鐵底失去自己嘅貨幣政策、利率政策調控能力，本地經濟冷，需要放水救市。只要美國加息，香港就必須跟加，壓死樓市股市。本地經濟亦需要收水，只要美國放水，香港就被迫被動流入資金，推高資產價格。呢種政策錯配，係香港金融體制與生俱來嘅缺課性短板，亦都係點解香港成日出現經濟差但資產硬淨，環境弱但價格唔崩嘅反常走勢。亦都係靠住呢套獨特匯率機制，香港先可以喺過去40年塑造出獨一無二嘅國際收費站地位。背靠祖國超大經濟腹地，面朝全球資本市場，加上港幣長期牢定美金信用穩定，令香港成為內地資金出海、海外資金進入內地嘅必經紐紐。幾十年來，絕大部分內地對外貿易、跨境投資、海外併購、上市融資財富配置，全部經香港中轉結算換匯合規分流。香港就喺呢個過程中穩穩賺足通道費、服務費、流量紅利。呢個係香港最核心、最隱形嘅底層商業模式。好多人以為呢個地位係香港實力換翻來，其實唔係。呢個地位係美金信用換翻來。全球資金願意行香港，信香港入香港，唔係信呢座城市，而係信呢張40幾年不變、7.8冇1美金嘅聯匯合約。正正因為呢套規則穩定得太耐、太平淡、太理所，當然令全香港人都麻木。大家每日返工買餸、搭車交租供樓，默認呢個匯率機制會永久運作、永久生效、永久穩陣。10個香港人9個答唔出聯繫匯率嘅完整英文名，唔知條款，唔知邊個主導，唔知終止條件。但真正嘅高手、頂級財團、跨國資金永遠睇得最清楚。呢張看似永久嘅穩定合約，從一開始就唔係永久制度，只係一場金融危機逼出嚟嘅臨時應急方案。好多人唔知，港元並非一路弄定美金。1974到1983年，足足9年時間，港元係自由浮動，無陸定無保底。當年匯價大上大落，市場極度恐慌，貿易混亂，財富蒸發係常態，成個香港金融體係極不穩定。真正嘅分水嶺發生喺1983年，當年中英前途談判陷入敏感階段，市場信心動搖，外資撤退，港元被瘋狂拋售，觸發香港金融史上最恐怖嘅黑色星期六，港匯一度暴跌到走頂6。短短幾個月浮值超過30%，市面商煲拒收港紙，只收美金，市民排隊搶外幣、搶實物資產避險，樓股雙殺，成個金融體係隨時崩塌。為咗制止恐慌，重奪市場信心，穩住幣值，當局喺1983年10月17號正式推出聯繫匯率，將港美金價鎖死7.8。呢一招本質上係一次主動讓渡貨幣主權放棄自主印利、自主調息嘅權力，換取美國美元體系嘅信用背書，用外部信用托住香港金融。呢個臨時措施當初冇任何人規劃，佢可以行40幾年，結果一用就用到今日。呢種臨時方案永久化嘅戲碼喺世界金融史上面已見不鮮。而戰後主宰全球嘅布雷頓森林體系，當初都係戰後臨時安排，最後成為全球貨幣基石。同樣因為漏洞累積、權益失衡，一夜之間崩塌。歷史唔會簡單重複，但永遠壓住相同穩腳。今日嘅聯匯制度正面臨同一個困境，運行太耐，大家太過信任，風險太過被忽視。好多人覺得香港絕對唔會出事，最大底氣就係超強外匯儲備。香港外匯儲備長期維持喺4400幾億美金以上，高峰期突破4460億美金，係流通貨幣嘅5倍以上。廣義貨幣覆蓋率接近40%，外匯基金總資產超過43000幾億港紙。字面上睇，防禦力極強極穩陣。但我同大家講一句最真最逆耳嘅真相：儲備多唔等於安全。真正嘅風險從來唔係冇錢防守，
而係成個系統話俾人切斷就切斷。香港所有外匯儲備、所有美元資產、所有跨境結算通道，全部依附環球銀行同業結算系統運行。呢個系統嘅控制權、規則權、開關權，完全喺海外手上，香港只可以用，唔可以控。一旦外部單方面收緊限制切斷香港美元清算通道，你幾多億儲備都只係掛面數字，無法交割、無法結算、無法流動。呢個唔係幻想，係真實發生過嘅地緣金融戰。俄羅斯眾多核心銀行被踢出國際結算體系之後，就算手握巨額外儲黃金儲備，照樣無法做國際貿易，無法跨境結算，無法調動資金。呢種有資產無通道無法動用嘅絕境，係香港長期潛伏但從來冇爆發嘅隱患。好多觀眾會問，既然聯匯有呢個致命漏洞，點解香港唔轉制度，唔用自由浮動，唔用一籃子貨幣化？答案好現實，代價你承受唔起。香港係極度開放、極度金融化、產業極度單一嘅經濟體，主要靠金融地產貿易支撐，缺乏多元實體產業緩衝。一旦改用自由浮動匯率，港幣會完全跟隨市場情緒、資金流向、地緣局勢亂飆，冇任何穩定立點。匯率一亂，即刻衝擊樓市、股市進出口，形成惡性循環。匯跌資產跌，資金走匯再跌，徹底打亂香港幾十年建立嘅金融秩序。至於新加坡式一籃子貨幣制度，需要極強財政實力、獨立調控體，係穩定產業週期先可以撐起。而呢啲條件，香港而家並不具備，所以維持聯匯唔係最好選擇，而係最穩妥、最唔輸、最適合香港現狀嘅選擇。用有限嘅體制風險換取長期金融穩定、全球資金信心。我哋可以用兩個極端對照案例，徹底睇穿呢套制度嘅生死關鍵。阿根廷同保加利亞。1991年，阿根廷照搬香港貨幣發行局制度，將比索同美金一掛位，初期極速壓抑通膨，穩定經濟，吸引外資。但阿根廷留咗巨大漏洞，容許3成儲備用本國債券替代硬通貨美金，政府長期財赤借新還舊，儲備含金量不斷下跌，市場信心一崩，外資逃亡，儲備蒸發，最終2001年主權疲弱，制度崩塌，貨幣單月暴跌3成以上，經濟鐵底報廢。而保加利亞1997年採用同款制度，始終堅持100%硬通貨抵押，零放水，零債券充數嚴控，財政赤字，幾十年零系統風險，成為東歐金融穩定樣板。兩個案例證明咗一句鐵律制度框架一樣，唔代表命運一樣。真正決定生死嘅係執行細節、儲備質量、財政紀律同風控嚴謹度。香港可以穩足40年，正正係因為從來唔鬆懈儲備標準，從來唔透支貨幣信用。講到呢度，一定要講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。呢場香港金融保衛戰係聯匯制度面世以來最極限嘅壓力測試。當年亞洲貨幣骨牌式崩塌，泰中、韓元、印尼盾全線潰敗。國際對沖資金瞄準香港制度弱點，打出一套極之可恨嘅雙向做空套路。一邊大手拋售港紙，扯高銀行同業拆息瘋狂，抬高市場融資成本，抽乾樓股流動性；另一邊同步做空恒指期貨，壓住香港崩盤。呢招最恐怖嘅地方在於香港越係出力守住匯率，越係收水防妥，拆息愈高，股市樓市跌得愈狠，空方賺得愈多，形成死循環。當時全球清一色睇淡香港，所有人都覺得聯匯必崩，香港必成為下一塊倒下嘅骨牌。但最後香港動用超得18億外匯基金入市托市，消耗接近2成外儲，硬生生擊退國際做空勢力，守住匯率同金融體系。呢場勝仗為香港帶來20幾年嘅信心紅利，市場從此默認聯匯係銅牆鐵壁，無堅不摧。但都正正係呢份長期穩定，令全市場徹底放鬆警惕，冇人再認真檢視漏洞，冇人推演極端風險，冇人防備黑天鵝。市場心態嘅轉變，最直觀就係頂級家族資金、富豪資產配置邏輯嘅重組。早年大把海外家族辦公室、超級富豪扎堆香港，貪嘅係大灣區腹地紅利、雙向資金通道、成熟金融配套、上市融資優勢。但2010至2014年，新加坡單一家族辦公室由幾十間暴升至2000幾間，5年增幅5倍，大量頂級資金北移新加坡。外界以為只係城市競爭此消彼長，其實唔係，係頂級資金嘅風險定價變咗。新加坡係純穩定型資金保險商，地緣中立，規則簡單，政治干擾低，適合擺避險底落，保值資金。香港係真機型印銀機，有腹地、有流量、有套利空間，
但要承擔制度依附地緣變動風險。而家頂級家族嘅標準玩法就係兩邊佈局，避險錢放新加坡，進攻錢博真仔錢留香港，攻守分倉，永不 all in 單一市場呢個動作，本身就係對香港底層風險最真實、最金錢投票嘅定價。呢種資金分化，亦都造就咗而家香港資產市場極度撕裂嘅割口性行情。私人住宅樓價連月反彈，核心豪宅成交回暖，內地客重現掃貨，部分樓段累計反彈超過9個百分點。因為住宅係個人資金、中產資金主導，睇重短期保值、實用剛性相對抗跌。但另一邊寫字樓、高端商業物業持續低迷，空置率高企，核心商區大幅減價都難成交。因為寫字樓係跨國機構長線資金定價，機構睇嘅唔係1年2年行情，係未來10年20年嘅制度穩定性定位確定性。機構持續觀望，不敢加碼，就係最冷靜、最理性嘅長期評分。好多人會疑惑，既然有隱狀風險，點解香港資仲可以保持穩盛，唔會一路崩？答案係一套全新嘅平衡金融通道已經默默成形，緊緊承接舊體系風險，重塑香港價值。由人民銀行、香港金管局牽頭，聯合多個央行打造嘅多邊央行數碼貨幣橋，正在悄悄改寫全球跨境結算規則。傳統國際貿易跨境投資必須機係美金中轉，必須走環球結算系統，必須受海外規則制約，隨時面臨通道限制、資產凍結風險。但貨幣橋採用分布式契本技術，去中心化、無單一控制節點，參與國家數碼貨幣可以點對點直接替換實時結算，秒級到淡成本減半，完全繞開美金中間環節。呢條新通道而家已經深度騰透中東、東南亞一帶一路沿線市場，沙特、阿聯酋等頂級能源大國全面加入，簽署1000億級貨幣互換協議，正式啟動能源貿易人民幣結算。貨幣橋累計交易規模突破數千億美金，數碼人民幣交易佔比超90%，成為核心結算幣種。呢個變革令香港由從前美金體系下嘅單一收費站，變成新舊雙軌並行的超級樞紐。一邊保留傳統美金通道對接歐美資本，另一邊打通非美金貿易、能源基建結算新賽道，承接全球去美元化投勢紅利。我再次強調，人民幣跨境結算、數碼貨幣普及，目的從來唔係短期取代美元霸權，而係逐個賽道、逐個區域、逐個行業物食美元壟斷份額，搭建多極化、可自主、安全穩定嘅替代通道。而家全球貨幣格局已經發生不可逆轉嘅缺口性變化，美元喺全球外匯儲備佔比由1999年嘅71跌到而家57，創25年新低。去美元化唔係口號，係真金白銀嘅絲金遷移、制度重建、規則重塑。而香港正正係呢場全球貨幣變革入面最大受益者之一，同時擁有舊體系流量同新體系通道，雙軌互體、雙線發力。基於所有底層變量、制度邏輯、資金頹勢，我哋可以清晰預判香港未來幾年嘅終極格局，唔會出現市場恐慌嘅系統性崩盤，亦都唔會重返舊日純美金體系嘅高速泡沫增值。長期進入雙軌並行、結可分化嘅新常態，資產行情會極度撕裂，背靠大灣區剛性需求，跨境自住配置嘅住宅資產會持續受內地資金托底，保持穩性穩步收復。高度依賴跨國總部、傳統外資體系嘅高端寫字樓商業資產會長期調整，估值收復緩慢。金融同財富管理板塊會持續擴容，雙通道優勢會持續吸引全球多元資金聚集。但增字模式由爆發式轉為穩健長線，對於普羅大眾、打工一族、中小投資者，我想講一句真心話：你唔需要日日盯實股價樓價，唔需要追逐短期熱點，你最需要嘅係睇透底層規則轉變。絕大多數人嘅財富期選資產被套機會錯失，都係因為用舊時代邏輯睇新時代市場。未來嘅香港不再係簡單一非升即跌嘅市場，而係機會與風險並存、缺口分化極強、雙軌運行嘅複雜市場。財富保值增值嘅關鍵，從來唔係鬥單邊行情，而係分層配置、分散風險、順勢而為。歷史永遠迭代，紅利永遠輪替，制度永遠重定。40幾年聯匯紅利造就咗今日嘅香港，亦都麻痹咗大眾嘅風險感知。但全球金融格局、地緣環境、資金邏輯已經鐵底變天。如果你完整睇完呢段深度拆解，終於搞清楚香港匯率制度嘅底層邏輯、資金流向嘅真正真相、未來資產分化嘅大頭勢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收藏。
我每期都會同你拆解市面小人講，行內先識嘅金融底層規律，幫你睇香港樓市、匯市、股市嘅真實走勢。大家可以喺留言區評論，分享你而家嘅睇法、資產配置困惑，我會逐條回覆，帶大家避開市場陷阱，抓穩長期趨勢，喺時代轉變入面守住財富，穩步增值。